伫伊的恩典内面，咱个当搁再三甲做伙伫上帝的殿中三甲做伙来敬拜。伊是主万王的王，万军的耶和华，也是引带咱的圣灵。日子伫伊的引带内底，就满有平安。咱所为着所得到的平安，来感谢上帝。即礼拜牧师去深圳吼，哎呀，我回来的时阵，有兄弟姊妹甲我讲，牧师，我最近因遐的经营安怎样啊？我就甲伊讲安怎样安怎样啊。了，阮的亲爱的同工就甲咱问讲，牧师，你去拢毋惊互掠去哦？实在讲哦，祈祷若有平安就平安去，就会平安倒转来。若互掠去吼，就搁愈好吼。掠去就宣告的人就会愈来愈侪，你知无吼？上帝疼痛苦难中的信仰，伫上帝恩典内底，拢会成做荣耀的冕旒。所以，咱为着上帝所赐予咱的日子，咱伫主的面前感谢。咱要一生为主来活，互主所录用。为着今仔日咱伫早起时来到伫主的殿中，同齐做伙敬拜。主，我为你来活，我甲家己奉献予你。咱同齐做伙来祈祷，献上感恩的祭，也搁再一摆甲家己献予上帝。同齐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伫阮的心上。因你的慈爱甲怜悯成就伫阮的心上，这是主你所赏赐恩典的日子。主啊，阮感谢，因为伫你的内面满得平安。你的信息，你的慈爱，是阮大细的盾牌。为上帝你所赐福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主，阮要感谢你，将上赞而乐归予你，因为你无看阮做微细。虽然阮就是伫一个遮尔大的这个空间宇宙内底，但是主上帝，你全能的手，你互这个环境遮尔大，所以阮就会当体会到写诗篇的人安尼讲：我观看你镜头所造的天，就讲世间人何等的微细。主啊，总是阮虽然微细，你却是对天来看阮、照顾阮。主啊，我要感谢你，你的慈爱、你的信息直到永远。你照顾你的教会，你引带你的教会，互教会进入上帝你极大荣耀恩典的疼痛。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的百姓。三甲做伙欢喜来感谢，愿阮伫耶和华的殿中欢喜快乐。主啊，将你家己属天迄款坚固的信心赏赐予阮，互阮靠主心有开力，继续行正面的路站，欢欢喜喜看上帝你的国。主毋是看到阮身体的感知，乃是伫信心内底。来看，来经验，上帝你有阮所行是何等大的代志。阮感谢主，将荣光归于你，感谢你的疼痛，你荣耀的同在。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你。天父上帝，这是你所疼痛、所调节、你所精选的儿女。今日，阮伫上帝的殿中，三甲做伙组织。显明主，这是你荣耀的教会，愿你继续赐阮看顾，就是过去你一路陪伴引带阮，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伫上帝你的面前的确有预备，你是耶和华以便以谢的上帝，到如今拢帮助阮，你是耶和华小龙的上帝，你赏赐阮平安，主，互阮的活命伫你的手中。互阮的年日伫你的引带内面，互阮会通照住你的心意，伫这个地面上，甲阮身边的人三甲做伙来经历你、认捌你、享受你，互你所录用，诚侪上帝你的欢喜，也是阮活命上大的荣光。愿将一切感谢、阿乐、荣光归于你，恳求亲爱的主圣灵。今日搁再一届，伫你的会众当中，伫你正义路当中，显明你家己的权能甲荣光。
愿同心感谢、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建基兄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好早。我在做一个消息报告。今仔日11月23为是咱的中台神学主日，感谢黄志友老师来咱本会正道。黄牧师是伫即个美国牧会20天，他转来台湾的吼，咱敬请兄弟姊妹一同关心支持中台神学院的各项的事工。第二点，今仔日11月23，儿童主日学伫教会5楼，咱要举行即个感恩节的亲子特别的聚会。敬请兄姐为咱教会儿童的事工来祈祷守望。第三，今仔日举行年度执事的改选，请各位兄弟姊妹会当人守望大祷，有备心来投票，并且现任的执事伫即个花语堂崇拜后，做伙留落来开票。第四点，本周外展的事工有即个下面即几项，就是讲11月26拜三下晡2点半，伫即个友和日照中心。11月28，拜五早起时9点半，伫即个文南里的活动中心。敬请兄弟姊妹做伙关心大祷。第五，12月13礼拜六早起时，社区有一个圣诞的联欢会，有摸彩的奖品的模组，礼物呢需要全新的，实用，有茶也是包装，请伫即个今仔日进前交互即个文管团队。第六，咱教会伫即个12月13开始有即个圣诞节的祝福的行动。12月19拜五要举办即个 Fire 的特会，招募即个祈祷的事奉同工，有意愿参与事奉的，请向即个瑞泽弟兄来即个报名。第七，12月21礼拜日圣诞主日，咱准备有即个举行洗礼式，有意愿受洗，请向牧职同工来报名。即摆目前有报名的，单一个杨振进贤吼，第八，2026年1月70礼拜六上午9点半，举办主日崇拜、服侍同工的训练，敬请所有现在参与事奉的同工做伙来参加。嘛要邀请未来有意思要加入这个服侍的同工来参加，请到这个教会消息公告的群组来填表来报名。以上看有补充报告。若无，咱即摆要请敬拜团。我今日才知影吼，建基目睭遮尔好，安尼话，这安尼遐尔远讲安尼讲看有啦，佫无挂目镜的呢。迄一只蠓仔停伫遐用有看迄款呢。感谢这个恩典，这是荣耀的日子，咱感谢上帝的疼痛。伊是耶和华，伊是圣灵，伊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伫伊的祝福内面，咱三个做伙来敬拜，请咱三个做伙起立，同齐来吟唱耶稣，耶稣，咱的救赎主，咱的君王。
愿来敬拜你，和平君王，愿来称颂你，明亮启灵星，愿地等候你，再来君王，愿心仰望你，公义的太阳。永生上帝行，耶稣，耶稣，阮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万民敬拜你，来敬拜你。和平君王，愿来称颂你，明亮启灵星，愿地等候你，再来君王，愿心仰望你，公义的太阳。永生上帝行，耶稣，耶稣，阮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万民敬拜你，请姊妹来。愿来敬拜你，和平君王，愿来称颂你，明亮启灵星，愿地等候你，再来君王，愿心仰望你，公义的太阳。下来，耶稣，耶稣，永生上帝行，耶稣，耶稣，阮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万民敬拜，请兄弟来，愿来敬拜你，和平君王，愿来称颂你，明亮启灵星，愿地等候你，再来君王。愿心仰望你，公义的太阳。坐下来，耶稣，耶稣，永生上帝行，耶稣，耶稣，阮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上帝行，耶稣，耶稣，阮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万民敬拜你。搁再一届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圣经应允，上帝听从救恩，应该是临到咱家庭每一个人。
约书亚伊伫上帝面前，甲众百姓讲：，恁会当竞选恁家己所要敬拜，总是至高阮甲阮的全家，阮的确要来侍奉耶和华。咱活着就是要见证上帝的厅堂，要诚侪众人的祝福。所以为着你身边，你的至亲、你的好友，甲因的名字放伫上帝的面前，伫救恩的内面。咱为了这个，为了咱厝内面的人，全家信主，全家侍奉主，为了你所挚爱、至亲的好朋友，来为祈祷，互咱真像诗歌所讲的，主耶稣，万民要来敬拜你。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在，圣在，至圣的主上帝，你的能力、恩典，你的听堂。远过诸天，赢过世上所有一切的名，赢过宇宙万米的名。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三甲做伙，阮同齐做伙来敬拜。主，阮的心要来幸福，阮的心要来活靠，要甲你三甲做伙行。唯愿你伫阮的身上成就你家己所行到的。至高，阮甲阮的全家要来侍奉主，细囝甲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是阮的全家要来侍奉你。主啊，既然甲阮的名字、甲你的名字所相连，主啊，既然听过你的名，拢要对你来得到救，专心来倚靠你。主，因为伫你的内面，阮有绝对的活命；伫你的内面有绝对的恩典、阳光甲听堂。感谢主，赐阮一切的恩典。愿伫你的面前来感谢，愿上帝你继续赐阮保守看顾，互每一位住你的内面，对你来行。主啊，是你的名、你的阳光、你的权能，甲你百姓三甲同在。愿感谢学了你，将感谢来献予你。你是再来的君王，你是公义的太阳。你是阮的救赎主，你是世界的真光。主啊，阮要来敬拜，阮要甲万民做伙来敬拜，万民要甲阮做伙来敬拜，因为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来敬拜你，和平君王。来称颂你，能量体灵星，愿地等候你，再来君王，愿心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上帝行。耶稣，阮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万民敬拜你。耶稣，耶稣，永生上帝行。咱拍拍啊，将一切阳光归予救赎咱的主，咱的上帝，引带咱的圣灵。先来兄弟，请坐。主的名水无比，既然是忧伤的来到伊的面前，主讲我拢要听惜你。世上所仰望的，就是耶稣的名字。
那有我必上乐可，要来亲近主耶稣，心着得着平安欢喜，是着快乐上就是主名里随我比，这就所有梦想。所的名字，就是天国的欢喜。有主名字是我恩望，心灵坚固无摇荡。虽有受着攻击陷害，主会保护无。随我平，这就所有梦想，这耶稣的名字，就是天国的欢喜。我渴求主至圣尊名，我心平安无惊吓。就是上父亲，我愿你，主名里随我比，这就所有梦想，这耶稣的名字，就是天国的欢喜。万普天的上帝百姓，一切可归主名字，奉献光明的主卡的，阿拉尊名高万岁，主名字随我平，这就所有梦想。就是天国的欢喜。亲爱兄弟，唔知你是唔是有担着劳苦的重担，或者是你心灵有艰苦困难，或者是你为着什么代志看路，点菜也是为着真济将来的代志烦恼挂心，或者是你身躯现处时有病痛。主讲，既然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一个都拢无放杀。上帝要亲自医治你，上帝要亲自看顾你的心灵，上帝要亲自牵你的手，行人生的路。所以咱这时要三甲做伙来祈祷，将着你所需要的，伫主的面前来恳求，相信上帝对你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予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在圣在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听从，你的能力，要甲阮三甲同在，为你名的缘故，主是你讲，人若劳苦担重，到你的面前来，主你要亲自赏赐恩典，赐福伫其中。我要感谢你，我要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你的名字是救赎，你的名字是恩典，你的名字是平安、奇妙、测试。全能的主上帝，永在的被和平的人君，你是听，你是阮的信心，是阮永远的愿望。主啊，你是医治，你是恢复，你是怜悯。主，我要感谢你，你是阮的救赎主，是公义的太阳，是和平的人君。主啊，我要感谢你，主，阮所以在你面前来献上感谢，将一切上善而乐、荣光归予你。你的确要伫阮的心上成就一切的美好，要话愿仰望你。
愿对你行，求你时刻来引带阮，才亲像你家己所讲的，要你的百姓伫你的听内底，分对你永远的阳光来行。你照亮阮的道路，互阮伫主你的内面，甲你三甲徛起。这是你的应允，这是你家己所讲的，的确要成就伫阮的当中。感谢主，将颂赞、阿乐、荣光归予你，靠主耶稣圣名，阿门。主名日水落笔，写就所仰望心，这耶稣的名字，就是天国的欢喜。主名日水落笔，写就所仰望心，这耶稣的名字，就是天国的欢喜。阿门。耶稣基督天国的名字，永远的称颂。愿咱的土地伫主的面前讲，主是。愿你的国降临，互阮一生独独为你来活。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互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愿光。万里，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互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愿光万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放心放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领来。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互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愿光万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互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愿光万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
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鸟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鸟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鸟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鸟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全能的主上帝，阮徛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的听痛，献上阮的感恩祭。感谢你将你永远的能力、听痛、恩典赏赐予阮，互阮会通有气力，伫这个地面上诚侪你的见证。我靠主一生为主来活，亲像诗歌所讲。愿你圣神来帮助阮，时刻带领来引带，互阮甲你同心同行，独独为你来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个同心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请坐。咱即时要三甲做伙用启应文同齐做伙来敬拜，咱用启应文同齐来交读，同齐来颂赞，来领受纪念上帝所教示的话语。毋通为活命忧虑，食啥物穿啥物。生命无看赢伫啉食吗？恁看迄天顶的飞鸟，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住伫仓内。恁无比飞鸟贵重搁较济吗？恁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大起来？伊也无劳苦，也无芳散。恁爱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毋通为明仔载忧虑，因为明仔载厝明仔载忧虑，一日的单处一工就得到夜了。阿免。咱感谢主，愿上帝亲自赐福听谈伊的话，并遵行伊话语的人。这是咱三个做伙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要三甲做伙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周报第4面，使徒行传第2章36节到47节，请来听我来上读。对安尼，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影，
恁定伫十字架顶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感觉插心，就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讲：兄弟啊，阮着安怎样行呢？彼得讲：恁逐人爱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允是互恁甲恁的儿女，并一切伫远方的人，就是主咱的上帝所调来。彼得也阁用真济话做见证，劝勉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弯巧的世代。对安尼领受伊的话的人，就受了洗。迄一日，门徒约添了3000个人，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示，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拢惊吓，使徒阁行了真济奇事神迹，信的人拢伫一位，凡米公用，并且为了参散家业，照逐人所需要的分互逐人。因逐日同心合意，欢切伫圣殿内面，搁伫厝内底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做的食饭，为了上帝得证明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阿门。愿上帝亲自赐恩伫伊的话语。牧师要先放影片吗？好来先咱感谢上帝听堂。今仔日是中台神学主日，伫要咱牧师要正道进前，咱来先来看中台神学院一段的这个影片的介绍。我已经在教会参与服事许多年，也被安立为长老，但是仍然面对许多关于圣经真理和教会现象的困惑。在挣扎中，兴起了来到神学院寻找答案的念头。感谢神这几年的服事，让我的生命不断的被磨塑和更新，学习和服事也能相辅相成。过程中，让我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更爱神，也更爱人。过去多年委身在妇女查经班，在当中看到姐妹生命落入低谷，找不到出路。我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她们，因此我来到中台神学院报考教牧辅导系，认识神的话，正确的分享它，学习牧人的心肠，倾听带领，
服侍更多需要的人，走出低谷，挽回破碎的关系。大家好，我是教会的干事。一开始我以为来神学院读书对我的服事只是加分效果，但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受装备是基本功。如果没有对神话语正确的认识，你所传讲的就会有偏差。鼓励你进入中台神学院受装备，把祝福带进你的合场。明圣经，得灵力，得灵力，举十架，举十架，传主恩，传主恩。喂，感谢上帝听堂，伫伊的恩典内底，咱今仔日真欢迎咱中在新学院教务主任黄志友牧师来到咱当中。伊的牧师娘原来伫咱当中哦，牧师娘请起立好无？互阮熟悉吼，谢谢，谢谢吼。我甲牧师娘共生啦，感谢主。真欢喜哦！志友牧师伫美国有真好的牧会的经历。了后的时阵，学院聘伊倒转来做教务主任。今仔日伊也欢喜来到咱当中，甲咱三甲做分享。咱将下面的时间来到志友牧师，搁再一届泡泡来欢迎牧师，谢谢。谢谢。请原谅我今天还是要用国语来讲道。请原谅我今仔日该用国语来讲道，华语国语来讲道。那20年前从中台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次是用台语来讲道。20年前对中台新学院毕业的时阵是用台语来讲道。已经20年没有用台语来讲道了。因为已经20多年无用台语讲道。感谢神，谢谢廖牧师还有安乐圣教会的邀请。感谢上帝通过牧师甲安乐圣教会邀请。那廖牧师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师母也是我们的校友。牧师甲牧师娘拢是中台的好友。有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见证。其实不需要影片来介绍中台神学院。其实无需要用这个影片来介绍学院。看见廖牧师师母忠心的侍奉，就是最好的见证。看见牧师牧师娘忠心的见证忠心的服侍，就是好的见证。我跟我的师母是今年2月份从美国回台湾。我甲我的牧师娘我甲我牧师娘是今年年初2月时阵倒转来台湾。我太太的老家就是在台南的新营。我牧师娘的这个后头厝就是伫这个新营。所以我也把我的户籍迁到了台南新营。所以这是台南竞赛拍跑对。跟各位一样，我们都是台南人。感谢主。那过去在国外侍奉的时候，也受到我们中台校友的帮助。
过去伫国外服侍的时阵，也得到中大校友的帮赞。我记得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第一个教会去拜访的就是我们的校友在美国建立的台湾人基督教会。会记得我第一届去美国去拜访的教会的时阵，就是校友所建立的美国的达拉斯校友的教会，对，达拉斯台湾基督教会。迄个或者什么江东龙，对，江牧师，对，他们还是保留着用台语来敬拜。到如今仍个是保留用台语来做礼拜。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敬拜是最美的。也当用家己的母语来敬拜是上水的。过去7年，我是在一个美国的大教会来侍奉。过去年日我是伫美国一间大间教会咧服侍。那个教会有1000人。迄间教会有1000个人。但是他们很看重宣教的工作。但是因非常看重宣教的事奉。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语言都一同来敬拜。所以有真侪无同款的语言做伙咧敬拜。那去年我们开始一个联合的敬拜。去年开始，阮开始有一个联合的敬拜。是用7种语言一同来敬拜。是用7种语言做伙咧礼拜。就是英语，有英语，有国语，有国语，有广东话，有广东话，有西班牙语，有西班牙语，有葡萄牙语，有葡萄牙语，有印度语，有印度的，还有俄罗斯语，有俄罗斯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用7种语言一同敬拜呢？是安怎，我有法度用7种语言来做礼拜呢？因为现在 AI 的软体的帮助，因为即摆 AI 软体的帮助，所以每一位会友进到教会的时候，只要用手机刷一个 QR code。所以每一位会友用这个手机来这个翕一个这个 QR code。然后当牧师用英文讲道的时候，手机就会有自己的语言的这个翻译。牧师咧讲道的时阵，因就法度对手机内底听到牧师所讲的，因有家己的迄个翻译会当伫手机顶面出现字幕出来。如果你觉得手机太小，懒得看这个字幕，即使你若是感觉手机上过细，无法度看这个字幕，就插一个耳机，安尼就插一个耳机，就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听到讲道的内容。你就会当用到这个耳机来听到你这个家己的母语所讲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在初代教会圣灵要降下的原因。这也是安怎伫初代教会内底圣神降落来的原因。圣灵降下来，让众人都能够用自己的方言、自己的母语听见福音。圣灵降临的时阵，就是让所有的人会当用到家己的母语来听到福音。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这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虽然刚才我们没有读第2章的前半段，虽然摊拄则无读头前的前半段，可是我们看见圣灵知道我们要用自己的母语来听福音。但是圣神知影，咱需要用到家己的母语来听到福音。那个时候没有 AI 啊，迄阵还无 AI 啊。圣灵比 AI 更厉害。圣灵比 AI 更较厉害。感谢主耶稣，感谢主，阿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彼得还有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所讲的第一篇讲道。摊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就是因伫受圣灵充满了后，彼得所讲的第一篇的讲道。那这篇讲道的内容，也是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篇讲道内底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彼得捌3摆无认主。但是当他亲自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但是当伊家己亲自来见证基督复活的时，他就大有能力的来见证。伊就大有能力来见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咱3个做伙来祈祷。主耶稣带领我们以下正道的时间，主，阮恳求你引带下面正道的时间，也使用我们能够大有能力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话语，使用阮大有能力来传讲耶稣基督的话语。也求主耶稣伸出你的手来医治各样的疾病，也恳求主你伸出你的圣手医治各样的疾病，使更多的人因此来得着这救恩。互更较多人因为安尼来得到救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阿门，阿门。所以彼得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呢？彼得上开始的时阵，伊到底是讲啥呢？他说：“以色列全家应当知道。”伊讲以色列全家应该知影，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将他立为主，为基督了。恁
甲伊钉伫十字架顶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入去做主做基督了。是谁将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是虾米人甲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顶的呢？就是彼得讲到前面的这一群人。就是彼得讲到的头前这群人，彼得没有回避，彼得无歪说，直接指出他们的罪。直接来指出因的罪，是你们把这位耶稣钉上十字架，是恁甲这位主耶稣钉伫十字架顶。但是天父上帝已经透过圣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天父上帝已经透过圣灵，和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了，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独生子，就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基督。那当众人听见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当众人听到这话的时阵，他们心里就被圣灵所感动，因的心就互圣神所感动，被圣灵所责备。互圣灵所责备。哦，是我们定死了这位神的独生子。哦，原来是阮定死了上帝独生子。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其实在咱也无认捌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也是拒绝上帝的，咱嘛是拒绝上帝的，我们也是远离福音的，咱嘛是远离福音的。常常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拒绝来听的。真侪时阵，就是厝内面的人向咱传福音，咱嘛是拒绝来听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有哪些弟兄姊妹是家庭当中第一位的基督徒。唔知在咱当中是不是有第一位咱就是厝内面的第一个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放下。我的师母也是他们家中第一位基督徒。我牧师娘嘛是因厝内第一个基督徒。当他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学姐传福音给他。伊上大学的时阵，伊的学者来传福音给伊，他心里就受到感动，伊的心内底就受到感动，很快的信主，很快的受洗，真紧信主了就受洗，然后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教会内底服侍。可是他的家人是非常反对的，总是伊的厝内面的人是非常的反对的。我们知道在台南，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信仰你知影伫台南大部分拢是传统的信仰。可是经过许多年的祷告，不过经过真侪年的祈祷，后来师母的妈妈信主了，了后伊的妈妈信主啊，外婆信主了，伊的外妈嘛信主啊，然后姐姐信主了，了后姐姐信主啊，弟弟信主了，弟弟信主啊，阿姨信主了，阿姨信主啊。感谢神，神可以使用第一个基督徒带领一个一个的家人来信耶稣。上帝当用第一个基督徒来引传一个人来信主耶稣。所以彼得这边讲到是对以色列全家来讲到。所以彼得这时的讲道是按照以色列全家咧来传讲道理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福音是传给我们的全家人。咱嘛是望咱的福音会当传给全家的人，所有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家人们。所有咱的乡亲、咱的厝内面的人，所以当这些听见彼得讲道的人，他们心里受了感动。所以当听到彼得讲道的人，因这人心内底受到感动。他们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所以因就讲：“阮应该做什么会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悔改受洗。”彼得就跟讲：“恁应该悔改接受洗礼。”是要先悔改，爱大先悔改。承认我们是得罪上帝的，承认咱是得罪上帝，我们过去远离神，咱过去远离上帝。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依靠神，这时咱爱回头倒转来倚靠上帝，来认识神，来认识上帝，然后透过受洗，然后透过受洗做公开的宣告，做公开的宣告，并且加入教会，并且加入教会。刚才我也看见安乐圣教会即将有敬礼圣礼受洗的。咱看摊拄则看报告的时阵，看到教会有会有洗礼。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已经信主了，所以说在座的兄弟姊妹，你已经信主啊，但是还没有受洗，但是也未接受洗礼，要把握12月这个机会，爱把握12月份这个机会，正好在圣诞节之前来受洗，伫圣诞节礼拜来接受洗礼。那当这些人听见福音、信主、受洗之后，当这人听见福音受洗了后，他们就被神所饶恕，
因着受上帝所饶赦，我们对上帝有许多亏欠，咱对上帝有真侪亏欠，我们对人也有许多的亏对欠，人嘛有真侪亏欠，我们常常会有罪恶感，定定有罪恶感，好像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亲上像。重担缀伫咱的肩胛顶，所以被赦免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所以情，受的下面是何等喜乐的代志，让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跟我们的家人也和好，甲咱厝内面的人嘛和好，然后接受圣灵。并且接受圣灵。我们现在看不见耶稣，咱即马看袂到耶稣，但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但是圣灵住伫咱的心内底，就把耶稣所说的话常常告诉我们。就甲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定定甲咱讲。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应允，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嘛是对咱的一个呼召，能够向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会当用着咱厝内面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当时信主受洗的人就有3000人，所以伫迄个时阵，信主受洗有3000个人，也就是成立了第一个新约的教会。也是讲成立了第一个新约的教会。我知道安乐圣教会今年也是第66年， 1959，安尼是66哦，啊6767年。对，那明年是圣教会要纪念100周年。明年是圣教会要进入100年，在台湾建立100周年，伫台湾建立100周年，也是这个OpenS 就是国际宣教会建立的125周年。嘛是国际宣教会伫台湾国际宣教会建立125年，而中台神学院要庆祝第75周年。中台新人院要庆祝第75周年。中台神学院就好像是这个国际宣教会和圣教会所生的孩子一样。中台新人院就亲像国际宣教会甲圣教会所生的囡仔同款，所以明年我们会大大的来庆祝所以明年会大大来庆祝。这个125周年加100年加75周年。100年加125年加75年，我们说是这个神圣的300年，所以讲是神圣的300年。上帝给我们恩典300年。上帝予咱恩典300年。海外的宣教士海外的宣教师从美国来，对美国来，从日本来，对日本来，在台湾建立了圣教会，伫台湾建立了圣教会，也在台湾建立了神学院，嘛伫台湾建立新学院，继续为教会来装备合神心意的工人，继续来为着教会装备合上帝路用的工人，就像廖牧师师母一样，就亲像牧师牧师娘同款。所以这群百姓领受了神的话。所以这群百姓领受了上帝的话语。第42节说到，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42节讲，因同齐做伙遵守上帝使徒的教示。使徒是第一手见过耶稣的人，使徒是第一批亲自见过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们把耶稣的话传给这些刚信主的这3000人。所以因将着对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传予这3000个人。所以教会是如何被建立的？所以教会是怎样受建立的呢？要领受主的话，爱领受上帝主的话，要明白圣经的话，爱明白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在神学院也非常强调，最强调的就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伫新人院内底上界强调的就是圣经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对旧约到新约，其实传讲的是只有一个故事。其实传讲的只有一个故事，就是上帝要来救赎人类的故事。就是上帝要来救赎人类的故事。这么多故事，其实只有一位主角，这样啊，这个故事只有一位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神舍了他自己独生爱子，要来拯救世人。上帝将着伊独生囝赏赐予人，要来拯救世间人。所以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所以咱爱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不仅是一个人信主得救了，所以不是干那一个人信主得救了，有3000人同时信主得救了，有3000个人同时来信主得救了。我们看见神的灵大大的运行，咱看见上帝灵大大来运行。那这一群人要成立教会该怎么做呢？这群的人因成立教会要安怎样做呢？他说他们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伊讲圣经安尼讲，因彼此交接擘饼，同齐祈祷，就是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因三个组织做伙。
我知道我们2年前有这个疫情期间 COVID-19， 2019年的时阵，咱有 COVID-19 新冠肺炎，就没有办法来到会堂里聚会，无法度来到礼拜堂内底聚会，我们只能用的电脑、用的手机来看视频。咱敢来当用着电脑、用手机来看着荧幕，那实在没有办法享受团契的快乐。实在无法度享受兄弟姊妹团结欢喜甲快乐。我发现面对面跟在家里看视频是完全不同的。咱发现就是人面对面，甲伫厝内底看荧幕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如果您没有其他的困难，鼓励大家还是要来到会堂来敬拜。所以，即使咱也是无其他什么特别的困难吼，所以咱就鼓励兄弟姊妹会当参加实体的礼拜。看到诗班，我们一同举手来敬拜。看到诗班，咱同齐举手来敬拜，一起被圣灵所感动，同齐受圣神所感动，一起来祷告，同齐做伙祈祷，一起来爱宴。同齐做伙食饭。你在这个电脑前没有办法一起爱宴的，你伫电脑头前无法度做伙食饭的，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彼此关心的，无法度真深入来彼此关怀。所以教会要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爱组织做伙，要面对面的，爱面对面，要直接的，爱直接的，我们才能一起来经历到神的恩典。咱才有法度同齐做伙经历上帝的恩典，而且不是只有1次2次，并且毋是一摆2摆。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受洗了，咱常常会当看到一寡兄弟姊妹受洗啊，可能来了教会1个月2个月，可能伊来教会1个月2个月，慢慢的就没有继续来了，了后伊就无继续来啊，没有坚持下去，无坚持落去。这么提到教会的建立，咱这对着教会建立，是一群坚持信心的群体，是一群坚持信心的群体。你没有坚持到最后，咱若是无坚持到最后，你就赶不上了，咱就无法度对着阵，你就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迷路了，就继续伫这个世界了，就叛进去啊，迷失了，迷失去啊，就好像那个2个儿子一样，就亲像路加福音迄个2个囡仔、2个细囝同款，那小儿子就出去了，细汉囝伊就出去啊，就出去流浪了，伊就去流浪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小儿子找回来。所以咱爱将着这细汉囝找到转来。特别在座的当中，可能有一些从小的时候就是基督徒的，特别在咱当中检测，原来有一寡人是对细汉的时阵就是基督徒，父母是基督徒，父母是基督徒，小时候带他们来到教会，父母带咱来到礼拜堂，上主日学，读主日学，也都很愿意的来跟随神。嘛真欢喜来跟对上帝。可是到了高中，到了大学，但是咧到高中、到大学，就慢慢的离开教会就了。渐渐离开上帝，离开教会。我们要为这些年轻人们来祷告。咱的确得爱为着这些少年人来祈祷。在座有许多的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咱这有真侪阿公阿嬷、外公外嬷，为你的孙子、为你的孙女们来祷告为，着咱的孙仔，为着咱的查某孙仔来祈祷，能够回到教会，咱会当同齐做伙转来到教会，来团契，三甲做伙来团来结，祈祷，人就来祈祷，来敬拜，来敬拜，来领受主餐圣餐。来领受主的圣餐。当教会弟兄姊妹这么做的时候，当咱教会兄弟姊妹安尼做的时阵，神迹就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神迹的确会发生在咱当中。正如这第43节所说的，亲像43节所讲，神使用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上帝使用使徒来行了真侪神迹，许多人得着医治，真侪人来得到医治，因此众人就敬畏神。所以安尼因着敬畏上帝，不是只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敬畏上帝，毋是干那礼拜堂内底兄弟姊妹敬畏上帝，连教会外面的还没信主人也敬畏上帝了。连外口也未相信上帝的人，因都拢会敬畏上帝，因为他们明明看见上帝的大能彰显在教会里面。因为因明明看见上帝的大权能彰显伫教会内面。我也看到安乐圣教会的见证，咱嘛有看到安乐圣教会的见证，上帝也透过圣灵来使用廖牧师为弟兄姊妹的祷告，嘛有圣灵遮的牧师为着兄弟姊妹祈祷，许多弟兄姊妹得着医治。有遮的兄弟姊妹来得到医治。
我们需要上帝的大能彰显在我们当中。咱需要上帝的大权能彰显在咱当中。 20年前我还没有出国之前20年前我还未出国之前，有一年我带我们的一些大学生去桃园一个教会参加短宣队。有一年我带教会学生做伙去桃园一个教会来举行这个短宣队，去拜访一个宫庙哈，就是庙的一个公主的她的负责人。去这个庙公庙。 经庙内底吼，去拜伫遐去拜访一个这个经庙的这个经主。她是一个女性，伊是一个姊妹。她负责一个庙，伊负责一个经庙。她的先生就是乩童，因先生就是一个当机。她有一个小儿子，有一个细汉囝，是有小儿麻痹的，有这个小儿麻痹。那这个小儿子呢，就瞒着他的父母。 去教会聚会了。这个小儿麻痹的细汉囝，伊就无甲因爸爸妈妈讲，家己就走去礼拜堂做礼拜。因为有人邀请他去，因为有人邀请伊去，他在教会就信主了。伊伫教会就信主啊。后来他的妈妈就是这个庙的负责人，生了很严重的病。买酒的时阵，因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庙的这个负责的这位姊妹，这个负责人，伊就得了一场重病。他做乩童的先生不理会他。 伊做当机的先生就无爱插伊啊，继续在外面喝酒赌博，就继续伫外口啉酒跋筊。那这个妈妈在医院的时候，这个妈妈伫病院的时阵，肚子都是满了这个腹水哈，肚子就积水腹肚就积水。那医生说大概没有办法救了。医生甲伊讲可能阮救袂起来啊。那他这个有小儿麻痹小儿子就告诉他妈妈。 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细汉囝，就甲伊的妈妈讲，我们可以向耶稣祷告，咱会当甲耶稣祈祷。所以这个小儿子就邀请着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医院的病床为这个妈妈来祷告。所以这细汉囝就邀请教会这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为妈妈祈祷。所以牧师弟兄姊妹就来病床为这个肚子积水的 妈妈来祷告，牧师就带着这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到病院，为着这个腹肚积水的这个妈妈祈祷。大家同心祷告，大家三个做伙同心祈祷，大声祷告，大声祈祷，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祈祷。结果一个晚上过去了，结果一个阴暗过去啊。第二天，这个妈妈肚子的水全部被排出来。第二天的时阵，因妈妈这个腹肚内底积水全部拢总排出来啊，好几公斤的水都排出来了，几啊公斤的水拢总排出来了。 他就完全得着了医治，伊就完全得到医治。咱拍包将伊跟归给上帝，哈利路亚！谢谢。他就回去说：“我家里有这30-40尊的偶像。”伊就讲，阮厝内底有30-40尊的神明，没有一尊可以帮助得了我。无一身会当甲我斗相共的。我不需要这些偶像了。我无需要这些偶像，所以要请教会这个来把这些偶像来移除。 所以就请教会来除偶像。所以我就带着我们的学生一起去看这个移除偶像的这个圣别的礼拜。所以我就带学生做伙去这个要除偶像的这个圣别礼拜。那我们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在那边唱诗歌，就看见兄弟姊妹伫个所在同齐吟诗歌，然后之后用布袋把这一尊一尊的偶像搬到车子上运走。 买手的时阵，就用到迄个布袋吼，将到这一身神明、一身的神明哦，落入去布袋仔内底，甲伊刷走去。所以这个家庭就不再敬拜偶像了。所以这个家族就无再敬拜偶像。这个妈妈就开放家庭，让弟兄姊妹到家里来聚会。妈妈就开放家庭，吼兄弟姊妹来到因厝内底同齐做伙做礼拜。这个事情不仅拯救了一个家庭，这个代志唔单单是拯救一个家庭，也震动了他们那个乡村。甚至因的庄头内底大大小小拢知影。因为很多人在旁边看见这些偶像一尊一尊被搬走了。因为真侪人伫个所在看到30-40尊的偶像一身的拢总刷走去。他们也看见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不能够拯救人。因嘛看到这些人的手所刻雕的偶像是无法度拯救人的。所以当神迹在我们当中彰显的时候，所以当咱看到这些神迹在咱当中显明出来的时阵，不仅是基督徒敬畏神，唔单单是基督徒敬畏上帝，
我们身旁的邻居也开始来寻求神跟敬畏神。咱的厝边隔壁，因为看到这个新家，所以开始来敲吹上帝。然后当弟兄姊妹聚集在教会的时候，当兄弟姊妹组织伫教会的时阵，第44节说到是凡物公用的。圣经第一个所在讲，因是所有物件拢是同齐做伙用的。没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无一个讲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我们的。因是讲这是咱的，这个教会是我们的，这个教会是咱的。我们所买的这些器材，咱所买的这个家私，我们爱宴我们各家提供的这些菜肴，当咧食爱餐的时阵，各家所准备的菜色，都是彼此分享的，拢是彼此分享的，都是彼此共用的，拢是彼此共用的。我们每个礼拜的奉献，每一个礼拜的奉献，也都是用在教会的事工上，拢嘛是用伫圣工的顶面。这个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这是世界顶悬是无的。世界上是每个人顾自己的，世界是每一个人顾咱家己，每个人是自私的，每一个人是自私的。唯有来到教会里面，总是来到教会内面，是自愿的奉献出来，是欢喜甘心来奉献的，自愿的凡物公用，因欢喜甘心当物件当齐公家用，以至于我们在教会能够经历到那个真实的爱心，所以咱伫教会才有法度经历一个真实的疼心，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疼的。所以什么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是一个彼此分享的教会，是一个彼此分享的教会，是彼此相爱的教是会，彼此相疼的教会，是一个团契的教会，是一个团契的教会，是一个领受神话语的教会，是一个领受上帝话语的教会。以至于第46节提到，他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46节讲，因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教会如何能够合一呢？教会怎样会当合一呢？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刚刚看见报告，待会教会要选举执事咱谈拄啊看到报告，教会要选举执事。选举执事非常的重要，选举执事非常的重要。因为执事这个字就是仆人的意思，因为执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奴仆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仆人，就是上帝的奴仆，要服侍众人的需要，爱服侍众人的需要，成为牧师的助手跟帮助，真做牧师的助手甲帮赞，是牧师的同工，是牧师的同工。所以我们要选出那样子的一个执事，所以咱来选出这款的执事来，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执事，是耶稣基督做主的执事，是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看许多的圣经提到，咱有看到真侪圣经有讲到，教会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就亲像耶稣基督的身躯。在以弗所书，伫以弗所书，在哥林多前伫书，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伫罗马书，在哥罗西书伫哥罗西书，都有提到。拢有讲到。我们现在看不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咱即时看袂到国外的耶稣，因为耶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因为边，伊坐伫上帝的大边。但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圣灵降临伫咱的心上，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咱就成做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躯。所以在世界上的人如何看见耶稣呢？所以世间人要怎样看到耶稣基督呢？看见教会，就是看到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那耶稣基督就是这身体的头，耶稣基督就是身躯的头，所以选出来的执事所以选出来的执事顺服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做牧师传道人顺服耶稣基督，咱做牧师传道人的顺服耶稣基督，每一位弟兄姊妹顺服耶稣基督。每一位兄弟姊妹顺服基督。我们只有一位基督，咱敢若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天父上帝，只有一位天父上帝，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圣神。当我们同样的来顺服同一位神的时候，当咱同齐顺服一位上帝的时阵，我们就合一了。咱就会合一了。所以合一不是困难的，所以合一不是困难的，只要我们同心来敬畏顺服主基督。只要咱同心顺服敬畏主基督，咱就有法度合一。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可以合一，唔那敢若是伫教会内底会当合一。这边提到他们在圣殿，也在家中来敬拜神，伫遮讲到因伫圣殿也嘛伫厝内底来敬拜上帝，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合一。伫厝内底嘛会当合一。
如果丈夫、妻子都来敬畏、顺服基督，即使丈夫甲太太拢会当来顺服耶稣基督，丈夫和妻子就合一了。丈夫甲太太就会合一了。父母和儿女一同来顺服耶稣基督，父母甲儿女会当同齐做来顺服基督，父母和儿女就合一了。父母甲儿女因就会合一了。当我们家人一个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咱厝内面的人一个一个来认捌主耶稣基督的时，全家就合一了。全家就会合一了。你希望你们家里是充满合一的喜乐吗？你有期待你的厝内底是充满合一的喜乐吗？分享福音给你的家人，将福音分享给你厝内底的人，爱你的家人，听你厝内面的人，服侍你的家人，服侍你厝内底的人，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为你厝内面的人来祈祷。相信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得救，相信咱全家拢会得到救。阿免，一同来赞美神，同齐做伙来敬拜阿乐上帝。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教会建立了，所以咱看到第一个教会建立了，带来什么影响呢？带来什么款的影响呢？他们天天有人得救，因逐工都有人得到救。我们期待安乐圣教会常常天天都有人来认识耶稣，咱期待安乐圣教会每工都有人来认捌主耶稣，都能够来得救，都会当得到救，而且还得着众民的喜爱并，且得到众人的喜爱。就是我们附近的社区也喜爱我们。就是咱附近社区的人也拢非常欢喜咱。他们很高兴安乐圣教会在这条路上，因为非常的欢喜，安乐圣教会伫这条路呢，在这个社区里面，伫这个社区内底，你们是一群善良的人，咱是一群善良的人，一群敬畏上帝的人，一群敬畏上帝的人，一群充满爱心的人，一群充满疼心的人，一群充满喜乐的人。一群充满喜乐的人。外面人看见各位，社区人看见各位，都要喜爱各位。当社区的人，当外口的人看到咱大家的时阵，因就拢会欢喜喜爱咱大家。各位希望我们安乐圣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吗？亲爱兄弟，咱望咱安乐圣教会是安尼的教会吗？我相信安乐圣教已经是这样了，我相信安乐圣教会已经是安尼了，而且还可以继续的成长，并且会当继续成长。因为身体健康就会成长。因为身体只要健康，伊就会成长。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当教会健康了，就会成长。当教会健康，伊就会成长。感谢耶稣，感谢咱的主，我们要常常学习感恩。咱定定学习感恩。下个礼拜是美国的所谓的感恩节，后礼拜是美国所讲的这个感恩节。对美国人而言，感恩节就是他们的过年，对美国人来讲，感恩节就是因的过年，就是要放假回家去团圆的。就是爱放假爱倒转去厝内底团圆的。那是美国的一个历史，那是美国的一个历史。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因为美国的感恩节来感恩，咱不是为着美国的感恩节来感恩，是因为我们被主耶稣救赎而感恩。是因为咱受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所以咱来感恩。从旧约到新约，对旧约到新约，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读诗篇的时阵，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以色列人，他们的逾越节、他们的祝棚节也是感恩。以色列人大饼仔节，因各种节期，花过节，对，甲这个大饼仔节，各种的节期，因拢感恩。他们出埃及感恩，因出来吉因感恩，进迦南感恩，因入迦南嘛感恩。上帝带领他们胜过仇敌，他们感恩。上帝因带因赢过受敌，因感恩。即使约伯在受苦的时候，就亲像约伯伫咧受苦的时阵，他也能够学习感恩。伊嘛伫迄个所在学习怎样感恩。所以我最后分享了什么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最后要讲，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就是常常感恩的教会，是一个定定感恩的教会。我们感谢上帝，咱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的救赎，感谢主耶稣对咱的救赎，感谢圣灵的感动，感谢圣神的感动。我们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感谢教会兄弟姊妹，感谢教会的牧师师母还有同工，感谢牧师牧师娘以及所有亲爱的同工，感谢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感谢你阿公阿嬷、你阿祖。每次我们从台北回到台南信营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快乐。每一届我若是对着台北倒转来到台南新营的时阵，我拢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这是阿嬷的家，因为这是阿嬷因厝，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疼心。虽然阿嬷已经回天家了，虽然阿嬷已经倒转去上帝遐，我们还是喜欢回到阿嬷的家。嘛是欢喜倒转来到阿嬷的厝。同样的，安乐圣教会就是各位的家。同款安乐圣教会就是咱大家的厝。我们喜欢回家，我嘛望会当倒转来，我们也常常感恩，定定感恩，感谢神家里的人。感谢上帝厝内面的兄弟姊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煞尾咱三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16到18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恁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一次啊，预备来。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恁所定的旨意。阿门。我们如何能够喜乐呢？咱怎样法度欢喜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各项代志拢感恩，我们就能成为一个平安喜乐的安乐圣教会，咱就会成做一个平安喜乐的安乐圣教会，将荣耀归给神，将荣光归给上帝。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我们知道是你亲自设立安乐圣教会，主，阮知影是你亲自设立安乐圣教会，成为一个平安喜乐的教会，成做一个平安喜乐的教会，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成做一个感恩的教会，成为一个被圣灵大大充满的教会，成做一个圣神大大充满的教会，常常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教会，定定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当将一切荣光归给主，能够将福音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家人，将福音分享给阮所有厝内底的人。特别在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的季节当中，特别对着感恩节甲圣诞节当中，主要帮助我们把握所有的机会，主你帮助阮把握所有的机会，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着阮厝内面的人来祈祷，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我们个人的见证，分享阮个人的见证，让我们家人看见我们的喜乐，互阮厝内面的人看见阮的喜乐，看见我们的盼望，看见阮的愿望，看见我们是这样的爱他们，看见阮是这样啊疼惜因。因为天父上帝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因为天父上帝，你就是安尼疼阮的。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将一切荣光归给主，让我们常常感谢，互阮定定感谢，感谢神，感谢上帝，感谢我们身旁的人，感谢阮身边的人，将荣耀归给神。将荣光归给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阿门。感谢主，谢谢。搁再一届咱拍拍感谢弟兄牧师对咱美好的分享甲正道，谢谢。这是呢，咱要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你也通看到这当中吼，咱这个中大神学院内底这个矿务室有咱的院长赵大斌院长以及客户处的主任吴仁武对牧师对着咱所讲的。伫这当中呢，有真侪的这个课程求主亲自来保守咱感谢咱安乐圣教会牧长以及厝内面的人关心神学教育的需要，开放组织讲道，互神学院的老师会当来介绍咱中大事工的重要性，以及咱推展的近况。愿主纪念每一位亲爱兄弟为着神学教育慷慨的奉献，相信中大神学院也因为安尼。得到更较侪的支持、进步甲提升，所以亲爱兄弟真期待咱着通三甲做伙来关心，就亲像谭拄则第有牧师甲咱三甲做分享的，过去这个国际宣教会以及咱台湾圣教会同齐做伙设立了中大神学院伫这几年来上帝疼痛一直赐恩伫其中。经过75年的日子，上帝继续赐恩伫中大神学院。谈拄则咱上路尾看到迄个影片的时阵，你会看到有空拍图
迄是咱中台新人院要对市区呢搬去伫潭子啊较郊外的所在，总是伫迄个所在有搁较大，好像2.2公顷，是不是？对，2.2公顷。所以呢，咱请为着遮继续来支持奉献。所以，亲爱兄弟咱今仔日有摕到即个奉献的即个奉献地咱会当将着咱的现金奉献甲伊写伫即个地仔顶了会当咱寄奉献证明来互咱。即使咱今仔日若是无有揸着现金，总是咱的换来当有约奉献，或者是会当用着即个信用卡来奉献。就将这个写伫迄个所在，咱教会同工就甲这个代志同齐做伙处理，来转奉献到伫中台新人院的所在。咱感谢上帝听痛，每一间的奉献拢是对着上帝听的回应，所以呢，毋是出伫勉强，乃是出伫三甲共心，亲像牧师摊拄则甲咱所分享的，为着上帝的国，为着整个的事工，为着传福音栽培工人的需要。所以咱愿意伫即当中来奉献，所以亲爱兄弟，请咱即时就甲即个奉献放伫咱的奉献地，了为着咱中台新人院继续来关心除了会当伫奉献的顶面三甲做伙参与，了咱嘛会当三甲做伙为着中台新人院的建校祈祷。你敢知影我有一任，一任嘛2任，上少有1任就对。我伫中台新人院做董事，了国际宣教会的咧负责人威勒义牧师，伊就伫个威勒义宣教师，伊就甲我讲一个代志。伊讲你敢知影做董事你要安怎有法度做中台新人院的董事？你敢知？你只要有一天为着中台新人院祈祷3秒钟，8秒嘛，8秒歹势，我祈祷了上紧的，来。对，3秒好啦，耶稣讲完好啦。伊讲为着中台新人院，求上帝亲自赐福伫中台新人院，互中台新人院诚侪上帝你美好的路用。你若安尼逐工你拢安尼祈祷我甲你讲，你就会做董事我尾是安怎会无做董事？你敢知？就是我无逐工安尼祈祷啦，嘿啦，到尾无祈祷就无啦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实际上来讲，所有的事奉其实拢是安那一点一滴累积起来。伫遐个事上，咱三甲做伙同心来侍奉。所以呢，今仔日咱就用这个奉献，三甲做伙来感恩，来。伫即个平安，要请大家咧写奉献地的时阵呢，若甲你的编号、甲你的金额嘛写伫顶悬安尼，阮咧算奉献的时阵会较方便着。咁麻烦大家甲你的咱教会的编号、甲你的金额嘛，拢写伫顶悬，谢谢。好 ，OK。所以等下的时阵，咱会记哩爱甲咱的编号写起哩安尼的时阵咱才会较方便来通好使用来记录谢谢。安尼同工较袂伫个所在找足久毋知影咱是啥物人安尼这是咱着三甲做伙，搁再一届来祈祷。做阮即时要奉献，为着中台新人院，也是为着上帝你赐阮伫阮的心上，阮同齐伫主你的面前，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主你监察阮的心灵，互阮是照着主你的欢喜，并且是照着马其顿的教会。主因不但是家己尽心，并且是超过因的能力，因为因的心中知影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代志，是伫上帝国受纪念的代志，所以愿你亲自成就这一切的美好伫阮当中。阮三甲做伙恳求因带阮，互阮伫主的面前，伫金钱的顶面，犹原是忠心侍奉。阮三甲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着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咱三甲做伙起立来吟唱诗歌。咱先唱头前的部分，了唱一摆，咱才来奉献。来，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
我的心伫待你的生命，互人尊谈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总是犹原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直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互人尊谈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叫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叫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换。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叫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叫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换。全能的主上帝，阮用敬虔甲感恩的心，也为着学院的需要，就是上帝，你予阮三甲做伙伫这个圣工上三甲有份的这款的需要。阮所用感恩的心，伫主你的面前来奉献，俾上帝，愿你亲自接纳这所有一切的奉献，并且互这个奉献全然诚做芳芳的祭，得主的欢喜甲路用。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的这请坐。下面的时间稍微麻烦，还有淑英姐来拜托帮忙一下。两位亲爱的兄弟哦，咱即时要来举行咱的执事的选举，所以呢，咱请就是来哦，你家己哦爱会记哩哦，会记哩你是啥物人哦，就是伫咱教会受洗哦，或者是你已经来教会已经满1年，请注意哦，佮听好清楚，伫教会受洗，或者是你对其他的教会来咱安乐性教会已经满1年以上，了伫去年的10月甲今年的10月，你的聚会的这个超过26，安尼就是27，安尼听有无？哦，上少27哈。所以呢，伫当中呢，会当一半，就是一半吼，52礼拜吼，就是27所以呢，sek数若是有所以请即款的兄弟，你若是还未受洗，还是伫教会还未满1年，或者是你去年聚会内底无过半数，请你毋通徛起来。sek数你若是符合这个条件，下面这个条件，已经受洗，伫咱教会聚会超过1年了，伫当中，咱去年的这个礼拜，你有超过26摆请即样的兄弟你徛起来。咱要甲这个选票分到各位，来请大家人三个做伙。请你摕到的时阵请慢请高选宽选
先慢请者，等下牧师佮甲你报告者来，借我一个，谢谢。咱今年的时阵吼，有3位的执事退任，但是咱今年敢若要选2位。今年选2位，用上关票的2位当选。其中上少有1位女性，就是咱3甲做伙为遮。因为伫当中就是互相不低于1/3啦，所以咱就是现主是有3位兄弟，所以上少还阁有1位姊妹，安尼咱就袂负低于1/3。先咱摕到这个时阵，等下咱伫这所在3甲做伙，今年的落任有江辉兄、惠君姐甲邵恩执事，咱就让3甲做伙伫以上帝听堂内底，咱3甲做伙感谢嘿。补充一下哈。有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啦吼，但毋是讲你等下拢选查甫查某，毋是安尼意思哦。你嘛会当选2个拢查某的，嘛会当选2个查甫，嘛会当选1个查甫，1个查某的。了解我意思吗？嘿，但是总做出来就是妇女都一定有一个保障名额，安尼，谢谢。谢谢。有可能2位拢是姊妹，有可能选出来2位兄弟上关票，但是兄弟的第2关票内底伊会互第1个上届坐票的迄个姊妹所取代，安尼听我意思所以咱伫当中3甲做来，来，好来，是毋是咱拢有摕到选票啊无？符合资格的兄弟是毋是有摕到选票？拢有啦好啊 ，OK， 咱谈到好，安尼，这时咱搁再一届3甲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监察人的心肠肺腑。阮伫你的面前，存着敬虔的心，伫遮3甲做伙来选举。主，这是你所赏赐互阮的权柄。阮向你恳求的是，主将着合你心意的同工赏赐互阮，互阮照主你所欢喜的，通过信任的同工。会当诚做教会的帮赞，所以阮伫即个选举神圣的时刻，也用敬虔的心，用选举来做敬拜。愿上帝你接纳阮伫你面前，存着敬虔的心所做的选举，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请斟酌就是一张选票上济，敢会当选2下，了后的时阵就是若超过2个，就无法度知影你是倒2个，所以就变做废票。但是你若是敢若知影熟悉一个人，你选一个，迄张票抑阁是有路用，抑阁是算有效票。所以这时咱就请兄弟3甲做伙来选举。是毋是已经拢已经完成投票？好感谢各位亲爱兄弟的投票请咱斟酌注意一个代志我知影咱拢非常疼惜教会，但是等下国语堂的时阵，你莫过来投一届呢虽然你非常的疼惜教会总是就一个人一票所以咱3甲做伫这个面前。
好，最后咱三个做起立，咱搁再一届来吟唱愿你的国降临。愿主亲自用伊家己极大的恩典照顾祝福伊的教会。我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探无山。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又愿过毋捌你，叫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认探无山。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又愿过毋捌你，叫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个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叫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愿全能的主上帝纪念你心中的祈祷，愿主亲自将到聪明甲智慧的灵、魔力甲能力的灵、知识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并将到上帝国的言语甲口才赏赐予你，予你会通见证主的疼痛，传扬伊的名，一生为主来活。愿你的身体得主的看顾，愿你的灵魂兴盛，你一生的年日行伫耶和华欢喜的道路，直到见伊的日子，对伊得到称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再来兄弟请坐，咱今日第二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大家平安。